来这选择什么呢？用德来选择咱自己内心啊。那么呢，咱今仔日若我从清德用这德的物件呢，然后我往下扎根，咱自然会当往上结果。咱心里的物件是咱心中花下，咱就我从时间。那么咱自己的中间，咱的境界，咱的意见，咱就袂啥呢是足抽象的，咱就会啥呢是消化的，所以就自己讲。那么呢，自己讲就是咱的意见有够，咱的境界有够，咱的道好有够。那么自然就会自然，咱的心，我哋咱心是运用安全存在啊。咱用有心做事，咱不用咱的信心呢。那么积极安全自己现在他的是非常得意非常得意心嘛。意思就是讲咱做任何事情代志的中间，处处圆满，处处得意，处处中得。那么呢，自然就我当然是处处得意逢时嘛。咱到遮今天这嘛怪鬼，考试嘛怪鬼，做事嘛怪鬼，就拢总是咱的鬼。你非常非常好啊，咱是人毋是人别人做咱的鬼，咱有咱爱做法的鬼。咱会当左右逢时的，咱要爱跟支援人，别人就会当来。因为呢，咱看是咱因为咱用咱自身这个人啊，咱是不同人不同观啊。咱无无直接，所以就是讲啊，伊先做较好，我就做较歹；前主先做较歹，我就做较无好，是安尼。咱就是拢讲连接，拢讲连接。所以呢，我分水，咱今仔就是安尼，爱分享，咱是道所有咱包括生活，咱家己爱认真，爱好啊来啥来应用，那么就生活啦。其他来讲，这种公益的事啊，我一直来讲，人在门外才回来，终究见者门内啊，才知道那不是门内。就是讲咱这门外而家排外，而家行来行去嘛。那么呢，到尾啊，终究是讲一件事还是来，人不到明白啊。咱大家讲，明白，就是讲咱今仔日咱阿袂负责之前，咱是门外来排外，是啊，你来排外是点啊？但这是做好人好，若唔好，你到尾咧看人来底讲我是唔想爱做起来，而且是不行啊。结果呢，做出来，咱家己做电视嘛，受着咱的英文书嘛，受着咱老师的一些推荐，甲咱接出来了，终究是着门内，经过这个门仔来啊。那么呢，两个的条，其实咱就讲先靠效果。后来老师来讲，支持往这里的推陈这样就是下到门仔来，门仔来啊。所以呢，就是先靠这个咱是能抓来外。咱人只先靠这个干人呢，但是做的这个就是想法来做什么的啦，才会可能不错不然说其实要来人呢，我们做的是这样的干单，这做的是这样的干单，这个我有这个我是这样的所以就是我们，那么就将来你用的这些理念，那么还有我们交大的这样这样的国家，那么这些理念呢，按咱跟到，那么呢，都是咱的